大埔宏福苑5級火，起火嘅原因仍然喺度調查。大家除咗討論係因為棚網同埋發泡膠引起，亦都有唔少居民認為係喺大維修工程期間，工人喺地盤食煙而導致。近日網上有片段見到喺某地盤有管理層代表向一班工友做 briefing。第一，呢個地盤唔准食煙。如果你本人俾我哋捉到你食煙咧，你哋會離開，你哋需要離開呢個地盤。第二件事咧，就以後咧，住民建築嗰啲地盤咧，你入唔到啊，因為我會將你個名俾到我哋總公司。咁講即係永久列入黑名單，冇得再參與間公司嘅建築項目。白帽嘅管理層又話，如果捉唔到係邊個食嘅，就盤頭孭飛。如果你話喂，你食咗煙又冇人捉到你，不報告喺你嘅工作範圍見到有煙頭咧，咁你哋兩位盤頭唔好彩啦，你哋會俾我哋罰6千蚊，即係你有責任去監管啦。其實意外發生之後，網上已經見到有好多地盤即時採取禁煙嘅措施，有地盤直頭放埋煙櫃，派人喺門口守住，規定工人入工地之前要將煙仔交出嚟。恒基嘅地盤更加講到明，發現工人身上有煙，唔理有冇食到，即罰5000蚊兼趕出地盤，永不錄用。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亦正討論採用地盤嘅禁煙政策。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就向傳媒表示，話商會正喺度就地盤嘅禁煙問題同會員收集意見。如果發現有工人喺地盤入邊違規食煙，後果唔止係罰錢，更加會係炒魷。措施仲即日生效。佢亦都指出，承建商方面已經貼出啟事，亦都加強巡查。而家承建商會喺5線嘅地方設置吸煙區，未來都有可能會撤銷，或者要求拉開同地盤嘅距離。詳情要交由承建商方面討論，更加強調人命寶貴，會員同埋承建商方面亦都同意需要妥善處理。一班網民就咁睇啦。其實一早就應該要嚴格，更加應該立法執行啦。本身喺地盤就唔容許食煙。入地盤嗰時好似過關咁，安排煙草搜查犬。戴白帽嗰班記得唔好偷偷地匿埋食喎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，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。